台东县政府规划讲要甲东海岸公路延伸起一条会当通到火车站甲唱歌的支线，东44管道，5月已经动工了。也毋过这条路会经过嘉罗兰部落，路的边仔就是徛街，所以部落族人是认为讲，应该只要分跨第11线东海岸公路，就会当来解决塞车的问题，无需要搁加开这条路。嘛，至于讲县政府拢无先甲因沟通，所以部落是无同意哦。县政府最后嘛决定讲，安尼无要开这条新路咯。5月份，台东县政府伫东海岸公路举行支线东44线管道动工典礼，要为嘉罗兰部落沿这项基地西边开一条5.7公里的公路，来个到石川部落，分散东海岸公路的车阵。迄当阵就引起部落的抗议，因为这条路若一日开，徛街就伫咧车路边，会影响部落居民的安宁甲安全。经过甲部落的协商，中期尾部落大部分的居民拢反对，县府嘛决议要动点，变做动工就停工的地方建设案。因为这样的相关多种的怕说会影响到他们居住的一个环境品质，县长说尊重他们的意见啦。县府表示，会甲向公路局争取2亿开路的经费纳入转去，毋过有风声讲，地方批评县府敢若听少数人的意见，无顾东海岸公路清在咧塞车的问题。毋过部落的头目讲，因是住伫当地的居民，袂当因为要解决塞车的问题，所造成部落居民的伤害。呼吁甲原底第11线东海岸公路分跨，变作是4线的车道，才会当根本来解决塞车的问题。把那个经费弄到那边就可以了啊，那何必去从我们这里，然后打扰了我们的社区的一些安全跟安静呢？头目强调讲，县府开路的计划，从头起嘛无甲部落讨论，无尊重部落。若是知影部落会反对，就无需要白了工。毋过县府讲，按算要开路的时阵，有通知部落来参加，嘛有召开说明会。既然即马部落反对，县府嘛接受这款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